新闻一开始，先看方面接近，天气又搁变甲无稳定。换岛的澎湖对透早就开始了雷公雨，连带影响到机场7座航班，各有1500名旅客。影市区嘛出现积水状况，马经的一个透天社区地下室是规个淹起，有10几台车全拢浸水。 抽水莫大大声地运作，甲地下室的淹水拢抽出来，之后10多台汽机车全部拢变浸水车，也个断放伫地下室的物件，也拢全部浸歹去。居民讲，伫遮住10多年，毋捌发生过。车子都淹到那个座椅那边了，整个车子的电脑都坏了。我们这边住了10几年了，都没有淹过，就像之前下太大雨都没有。 马经中公里这个透天厝社区，早起8点外有住户甲里长求援，地下室因为落大雨开始淹水，捌淹甲腰遮尔悬，怀疑是社区边仔的污水工程造成的。水处理工程的这个水道问题，它那个水也很多，它因为排泄不及，然后把排出来的水一起流到那个地下室。 初5早起8点外，根据气象署的资料统计，马经市雨量61.5毫米，累积雨量98毫米，达到大水河的标准。市区未少路段出现积淹水的情形，澎湖机场也因为雷雨的关系，航班延误还是飞航。慢半小时。伙伴大概1个小时。就在上空盘旋。对啊，有延误一下，至少有20分钟吧。短短1点钟的雷雨影响7班航班，拢总1580个乘客。机场往回台南航班取消，改用加班机疏运。另外，澎湖水族馆去互雷公4人击着，内部电气设备受损。礼拜紧急停业1天，启用发电机来供应空气。馆内成本复甲再无普及，损失也有待估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